都是可可阿哥哦。大家好，我是楚婷，嘛会使叫我阿婷。咱人生的顶半场，大家拢知影要追求啥？人咧讲迄个黄金雨啦，很有成就感。是，但是人生的下半场咧，我感觉我伤天真啦。对即马开始，咱做伙好好来练习咱人生的下半场。一季的辛苦啊！我看到安尼是要哭。一天过一天，会当食就加减食，会当行就爱死加行行。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人生。哈哈哈哈哈，几岁拢无要紧。哈哈哈哈哈，下半场练习，轻轻松松。快乐过日子。哎呦，我较深嘞。我身躯边有足侪朋友，拢有田园梦、田园梦就对啊。这若是讲哦，少年的时阵有安尼的想法，大家会感觉伊哦，足好诶，足有理想。但是若是有岁了后，阁有安尼的想法，大家就会感觉讲，这可能爱足有勇气，才有法度做会到。我即马吼来这个所在是高雄的三拿区，这是我的好朋友俊英姊啊，伊的厝啊，伊的花园，伊就是伫咧人生的下半场搬转来高雄住，因讲是下半场的勇者就对啊。哦，是安尼，来看俊英姊啊，咧无影啥？俊英姊啊，你的无影啥？哎，我在拍高丽菜歌啦。嗨，高丽菜歌是咱客人讲高丽菜歌，嘿啊，那外口拢讲高丽菜酸，啊有一款吼高丽菜歌是拍到干。对，嘿啊，我们哈南部家哈，客家人无讲，都拍一仔，好，就像这样子，可以卖安尼淡淡细细就对啊。啊，水分哈，它那个还弄少一点，了就这样。嘿，啊，所以我们那边还有一颗。啊，所以这条就安尼可以拍到好啦，对，免当马杀鸡就对啊。蛋的马杀鸡是蛋的代志。哦，蛋的真正就对啊。好，都安尼一片一片，好，啊，背来啊，给它做日光浴啦。俊姊啊，这片算是恁兜的吗？是旧厝吗？伊安尼比吼，迄边唔是，迄边才是。比较近的所在。对。所以这间是你转来故乡，转来爸爸家起的嘛，对无？对。啊，你本来唔是讲要伫咧美国，因为我知影你上早进前是甲你的先生伫咧美国，对啊，伫遐大。对啊，阮先生其实是台北人，嘿，啊伊就问我讲啊，安尼无要转去美国吼，啊安尼退休要去倒位？我讲我要转来咱庄卡啦。好，阮先生头一个听到讲哈，你要转去恁遐？伊讲迄鸟不拉屎的地方。那你讲，你看这哇美丽，哎呦，风景呢？其实
对足侪人来讲吼，真正是好山好水好无聊啊。哦啊，你知影我买啊吼是安那甲伊骗转来，你知无？对啊，你是毋是用？用玫瑰花，我用玫瑰花甲伊骗转来，是因为迄当阵吼，较边啊吼，阮爸爸有一块田吼，种玫瑰就对对啊。，规个田安尼你夹一抓吼，安尼凊彩夹夹的吼，可以剪3000朵玫瑰花。啊，所以阮弟弟迄阵一蕊1箍啦，安尼夹一抓就有3000块。哎，我先生算一算，安尼袂歹呢。一个月偌济啊？对，啊尾啊，佫发生啥代志无？你知无？玫瑰是第一步嘛，第二步就是用利用米零价，啦，迄粒刷啦，迄粒刷啦，哦就是迄当阵转来就会去爬山。啊，所以神仙爱爬山。以前我们就登山社的，我们在登山社认识的。哎呦啊，所以哇好就用那个山把它吸引过来了。无想到做营这样的过程这么古锥呢，原来是伊哪骗哪怪，甲因翁安尼带转来故乡，我感觉吼，真正就是英式风格啦，做营这样的风格就是安尼，古锥直接，吼，啊个而且吼无啰嗦就对啊。这那差不多差不多啊，嘿啊。啊，无咱甲甲迄摕来底，嘿，就会使装瓶了，嘿，好。摕倒来内底的时阵啊，哈，我们就先撒一些盐巴，就是安尼轻轻啊，甲伊烂吼，甲伊烂安尼。所以讲吼，我感觉，伫个庄卡所在，这婆婆妈妈拢足厉害，大家拢有咱咧讲18般武艺啦，什么东西都给它保存下来。生就对，哎对，讲到生，嘿，做营记啊，我这边还很深呢。哦，是，因为我即摆吼咧拍你的主意啊。看讲我冰箱有看有啥物宝贝无？我感觉吼，哎呦，来咱睁开的冰箱，我感觉拢足精彩。啊，会当开无？哎，会使啊，会使吼，我你先去开啊。边看卖有啥物物件，看你寻到什么宝。嘿，啊，你真正一罐呢，嘿，真罐真罐。像在姜是无？你也知，应该是姜吼。你看，所以有啦，被你看到了，你看，这是有哈好。哦，你看冰箱一拍开，一罐一罐安尼摕出来，逐罐吼拢足有特色的，逐罐拢有家己的气味呢。哎，伫咧都市咧拍拼的时阵，伊是足顶尖的上班族呢。伊转来故乡，伊嘛是每一项即个食材，伊拢爱学甲足嚼的呢。哦，所以讲这一罐一罐的这食材。拢是伊去问人，世界去讲学来的智慧，拢伫咧这一罐一罐内底，真正有够用心的啦。这样尼做好啊，等下咱会当来二楼啉一下，啉一个下午茶。哎呦，遮久啊，会使无？会使。咱遮就是无装冷气，啊，都是利用迄个自然风。嘿，对，啊，还有热空气往上。我们看一下那个外面，开窗户又跟我讲。我感觉吼，伫咧庄卡的这个下晡时啊，就舒适。哦，风安尼吹，真正有够舒适的。虽然讲外口应该是介热啦，但是咱即摆徛伫遮啊，看到这月光山、月光山，汉法怎么讲？哦，月光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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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感觉安尼心情足放轻松。系啊，对啊，系啊。亲像阿英姐啊，你这间厝啊，应该就是特别起来要陪你到老的对无？嘿，啊，自你开始想，到你真正回来，这中间也经过了几年的时间，对不？对。那这个中间你会惊，还是会不安的，还是会惊吓啥？袂呢，你都袂惊？袂，因为连我跟你讲，我连要起厝吼，嘿，没有钱。
我也给他盖下去啊。但是你袂惊讲啊，若无钱要安怎？哦，有啦，迄当阵就是有拍算讲吼，要转来遮起厝，所以我甲台中的厝吼，我迄当阵有处理就对了就甲伊卖掉，因为我弟弟嘛住伫附近啦，所以阮弟弟常常都会甲我讲遐房价，伊讲啊，这你卖得太早了，现在已经1000万了。会甘苦啦。对啦，我甲阮弟弟讲，不是我的，就是不是我的，我拄着代志。我就会想了一下啊，该按哪走我就走啊，我哪决定就是决定了就去做，就这样。所以就是紧、凶、搁准就对啊。我感觉祝英姐啊，真正是女中豪杰啊，真正有够厉害的，因为因那个拢无咧惊的呢。吼，你讲哦，转来就转来，吼，爸爸互伊一块土地，就互伊，吼，伊就接受，啊，刷落来就开始。这也创，迄也创，啊，开始无闲安尼，所以伫咧伊的字典内底应该无惊呀，这两字，无怪人咧讲啦，戆胆戆胆，我感觉就是爱有戆胆，才有法度，互人生下半场行出无共款的路。婷婷，我带你去来看我们爸爸。哦，爸爸住边啊嘛，边啊对，就是咱的三合院啦，古厝家。啊，阮爸爸哦，炒到这当阵吼，啊，逐工拢会去庙的拜拜。哦，嘿，系啊，爸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婷婷，共享天师的主持人啦。莫送啦，用错用错。哦，伊本来要家己行是不？所以伊嘛会当家己行。会啦，有当时哦，也还是要训练一下，啊，真好真好。哇，OK，来叫，向下来面风摆呀，哈。哦。今仔日虽然热，但是暗内嘛是有风。嘿，对啊，嘿，啊，佫会使啦，啊，佫会使，对，安尼小可有风吼，袂讲介热呢，嘿。这风吹来真舒适。哇，真好，安尼出来散步。对啊，爸，温烟嘛，温烟嘛。今麦要5点嘛。 5点哦，对了，对对，5点，嘿，我们5点要敲钟。所以爸爸是起来拜还是都起来拜？对啊，因为遐无伊安呢，哇，足虔诚的呢。时代上惊的就是逐工拢屈伫厝的，所以我看到俊英爸佮愿意安尼。 甲俊英姐啊两个安尼同齐行出来，我就感觉哇，足欢喜的呢吼！特别是俊英爸已97岁啊，97岁还愿意安尼出门，哇，我真正感觉足好的，嘛足钦佩的。好，爸爸拜呀，好，向下拜，好。俊英姐啊，我会记得你转来故乡，佮有伫咧食着无？伫咧庙的服务。是啊。 是安怎会记缘哈？因为我细汉就伫遮大汉尔，嘿，哦，啊，像阮爸爸吼，做过遮的医生啦吼，咱有遮有服鸾问世，了解了解。阿姨嘛做过堂主，我们就是咱叫主任委员啦。是庙的吼，行礼啦吼，嘿，拢是阮爸爸，以前拢爸爸伫主持啦，嘿。 啊，我就想讲，要把这的物件拢甲伊记录起来，嘿，对，啊，爱传承下去啦。我就是照着那个时间表哈，所以像这个是新年的时候，然后再来哈，我们要点光明灯，所以我都把它全部都弄起来，嘿，就所有的资料都整理好了。爸爸真那看会到吗？唔免挂目镜吗？唔免挂目镜。 唔免挂目镜，是单眼感哦，他没有老花眼哦，厉害厉害。结痰病齿，牙托可能是人刚刚的可能有错嘛。福以日记思量，天地开张。俊英姐啊，伊可能嘛知影爸爸年岁有啊，所以伊要趁爸爸还阁勇健，爸爸头脑阁清楚的时阵。 加为爸爸遐学一寡甲
传统甲宗教有关系一寡文化。福音是了天地开张，众生下拜。啊，所以我特别听到朱云姐啊，伊咧念这诗文，啊，爸爸伫边仔听，我其实看了，我真正还感动，我真正，哦，我真正感觉，若是伫咧时代，啊，搁伫的时阵，咱逝世若是会当伫身躯边，加陪因一工，就是趁着一工。啊，我感觉这嘛是朱云姐啊。伊为虾米都是决定，伊人生都是要伫咧故乡遮慢慢老，慢慢甲这片土地做伙。万树千秋。安尼算起来，阿英姐啊，你都是处理的代志无闲嘛？外口啊，啊，搁处理的做者事头要做，啊，搁照顾爸爸，啊，另外都是姜的代志，差不多你转来故乡都是安尼咧。啊，搁有一个你唔知的，我种一架地的。真假？你讲伫咧咱种的？对啊，系啊。伫咧咱种啊，但是最近差不多爱对啊，所以我嘛爱对你都爱远的无用哦。真的吗？对啊，有影哟，真正的。你想要体验一下？因为我甲你讲，我就是要对你生活，要试看卖，我有法度伫咧人生下半场嘛，参像你安尼才有勇气啊！这无用。对对对。人咧讲迄个黄金雨啦，真正是黄金树的迄个稻啊雨呢。我没有想过呢，我想过讲那是黄金嘞，哇爽的。听看到安尼稻啊安尼，对啊，遮尼巴蒂，安尼一直下落来，什么感觉？哦，真的，很有成就感。是是啊，对啊。咱即马趁因还未来挂这片的时阵，是毋是边仔啥爱甲先挂起来？边仔迄个机器行袂到嘛？嘿，对，为角个遮呢开始挂。好，我有认真有专业。有。啊，唔过吼，蹲的姿势好像敢若怪怪咯，对吧？哎，安尼啦吼，那挑摘哈，啊，水稻往这边拨一下，是啊，然后这样割，嘿，啊，割完了以后啊，就这样摆着，对，是安尼，啊，你要去看卖无？好，爱徛落来就对。挑摘嘿，我挂这把好啊，安尼，啊，过来，看得出来哦，哈。有进步哦，有。俊记啊，我看这稻啊，这叶啊，那安尼臭搭，这是安怎？敢是破病？对啊，水稻就是很怕的，就是所谓的枯萎病啊，温骨片，我不知道台语要安怎讲，嘿，温骨片啊，所以咱家的农友吼，出沙盖油啊，所以我头一年种的时阵啊，阮头前遐都有一个农药行啊，就甲我讲，哎呦，邱小姐，你那个切割好要煮油啊哦，我讲，丢杯啊哟，伊讲，哎呦，那丢杯吼都来不及啊，所以就是爱预防的用药啊，对啊，我的人生上棒场啊哈，啊其实是离主妇联盟啦。我在主妇联盟啊，我们主妇联盟就是在推有机嘛，所以我退休回来的时阵啊，都一直在想讲，为什么有机有机的物件爱卖甲遐贵？所以我总是讲爱来试看卖才知啊嘛。虽然吼，伊身躯边的时代啊，啊，搁一寡先辈拢甲讲，啊，油啊爱用嘛是爱用啦，需要用的时阵嘛是爱用啦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感觉阿英姐伊真正心头了有在哦，因为伊本身就是伫咧这片土地大汉的囡仔，所以有感受到，咱真正爱对土地较好的，土地嘛会互咱较好的一个 feedback 吼。所以虽然这稻啊看起来有淡薄仔不完美啦，就是无遐尼水，无水到100分，但是至少。这稻啊是较无药啊的，吼啊，另外都是嘛较健康。
啊，其实哦，我头一届是种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种南瓜啦。我们山林的瓜吼就有厉害的，真的叫顶呱呱啦。哦规世界你看到吼，一早拢种瓜哦，木瓜啦、小黄瓜啦、南瓜拢有。是哦，啊种落，像知影讲迄年吼，一直落雨，一直落雨啦。哦然后呢，我阁无用自杂草剂，对落雨你就知影落雨上生了上好，发了上好就是草。嘿，规个拢看到草啦，人为遐过吼，拢知影讲，迄个是邱晶晶剪的。嘿，所以那一年哈血本无归。哇同时我也有种1分7的水稻。是，尾仔才知影讲，水稻吼，因为我拢唔免来放水啊，我老阵唔免啦。真的，就像人家讲的，讲，你哪也要打电话，你都也要种稻啊，就打电话叫人家来弄一弄就好了嘛，就等着收割啊。我老尊真正也是安尼，所以尾仔就想讲，种那个水稻吼是上辛苦的代志。哦，我逐回听到阿英姐咧讲这个故事啊，我真正是欢喜咧讲的啦，啼笑皆非啦，真正笑啊唔是，哭啊唔是啦。看伊安尼一路行来啊，会当讲是用伊的时间，用伊的青春，吼，甲这片土地博感情就对啊。所以真正是坎坎坷坷，我感觉吼。真好的一个精神，就是伊拢笑笑安尼哦，不管是了钱也好啦，还是欠收也好，伊拢啊哈哈，好啊，不要紧啊，不要紧，拢安尼笑笑就过安尼。所以原来吼要做事吼要做咯，可能就是爱有阿英姐安尼精神，安尼会较快活啦。来了来了。哦，他现在就是在给我留样，因为他拿去检查那个含水率，去换算这些。哇，哎呀，算还不错了，没有那么我想象的这么。对啊，我感觉就8天的呢。啊，一季的辛苦，他说我看到安尼想要哭。那有人这块的人，教古人也要写。对啊。好。顺畅绵绵，因在下绵绵。好。刚。不然公司唔好嘅，后家公司唔好，喺入去嚟叫照顾啊。如果臨時過日嘅，過日好。又打亂了那行程呢？唔會行程啦，你在補你媽。媽是關係嘅。關係哦，係啦，那底下嚟做嘛，幾辛苦啊！謝謝啦。就好啊，哎呀，好啊，再修了。係啊，对啊，好啊，安尼吼，暂时无代志。那就去我的餐酒馆。我煮的我们的山农米，山林农会出的米叫山农米。来吃看嘛，跟我讲。来。来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炒那个客家小炒啊。所以爱嘎巴哈，不要好恰恰。会喷呢？会喷的对。我拢会摕一个。哦，你会惊的哦？摕啊，我会惊，我摕一个鼎盘呢，当盾牌有无？盾牌。我妈妈没有关系啦。你有练过，你有练过。好，安尼肉吼，就煎到差不多恰恰的时阵啦。咱就会使下那个鱿鱼，就是要鱿鱼的香气。哇，你试试看。安怎啊？好吃，好，来装盘。OK， 好。好，一出完成啊。好，哇，袂赖呢。还佫有烟呢。大家要煮汤对无？对，要煮皮蛋豆腐汤。对，我唔捌啉过呢。唔捌啉过哦，感觉真特别呢。系啊，这个来去看卖哈。对啊，因为伊内底有水。要加多放啊。好。开始喷啦哈。好。这是关键哦，你要用那个。用滚水加。对，要用滚水去煮。弄对吗？弄对好啊。好，
所以你看哈，它下来的汤就开始安呢，小块落安呢，哦，加饭加饭加饭，哇！来示范。哦，今仔日拄啊好，啊，蔡老师对啊，蔡老师嘿回来啦，对，哇，真好呢。好，赶快来用就菜。欢喜的，因为吼，咱两个真无简单呢，煮一道呢。哦，是啊，蔡老师，你看一个，你是用目睭看，咱咧讲色香味嘛？啊，第一个就是安尼的，有合格无？安尼的卖相。你阿伯食的就讲有。色香味俱全。嘿呀嘿呀。然后你讲要煮这个三龙米，互我食，我即摆有食到啊。这米就是安尼，圆足巴甜的，对。啊食起来 Q Q。哎呀，爱帮人客安尼。多谢。诶，我头拄啊，你切这菜，我感觉足特别，我唔捌看到这菜呢。这叫啥？其实吼，伊的名吼，客家话叫福菜。诶，这福菜吼，食起来吼，我感觉人常像迄种野菜。伊就是野菜啊。哦，是野菜类的就对啊。外口你唔捌看过嘛？所以这个帮忙看过。哎呀，这敢若伫真正是伫美容才食到。啊，但是常像阿英姐啊，你足特别哦，你本地是上班族、上班族对无？啊，过来你都是伫咧蔡老师的支持之下，安尼转来高雄住。啊，所以你人生的下半场，完全拢甲你顶半场拢完全不一样的风格呢。因需要力量给打动啊，真正的吼。啊，无伫冲唔知冲去倒位啊。啊，所以你嘛是拢对伊的骹步行，啊，甲支持嘛。对啊。为虾米？为什么哦？你会想讲，伊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人，啊，伊甘愿讲，教我去到美国读册的时阵，伊完全放下他的一些目标跟方向，就在美国陪着先生念书，然后支持先生念书，带孩子，在那边这么多年来的支持你，啊，你现在学成归国了，啊，你当了教授了，啊，你不需要反过来支持他吗？让他完成他的梦想。我要考啊！虽然讲蔡老师讲伊是足感谢阿英姐啊，吼，人生的顶半场陪伴伊伫咧世界安尼世界去打拼啊，所以毋才拢爱甲支持。但是我感觉吼，这敢是一个借口尔啦，因为其实吼，因两个感情是足深的，会当讲是人生的路，因两个拢是互相支持、互相陪伴。啊，是讲咱即间毋是餐酒馆嘛？是啊。啊酒咧。哎，酒嘞！啊酒头咧！家，你是安怎做的？我想讲你去停咧，结果是蔡老师去停咧。不是歹势啦，因为平常时有店长吼，啊，这个代志拢店长做的。你出一支嘴就。我是做头家娘就好啊。来，干杯水，哎，过来好打啦。好大啦。这米露好啉呢，因为足顺呢。淡薄仔苦，啊会甘。嘿，这拢是恁家己自己家己做的吗？对。哇 ，IPA，恁真正，我真正，蔡老师，我甲你敬一下。我真正感觉你足伟大的，为虾米呢？这阿英姐啊，真正吼足任性的呢，伊要做啥要做啥。做餐，搁做事做农，啊，搁即摆要搁做酒是无？做酒，做酒嘛是你家己要想要做的吗？就是蔡老师伊去英国啦，哦，接受欧洲的无共的秘鲁，所以转来就开始研发安尼。因为做英姐啊，伊人生的顶半场伫咧三亚，伫咧伊故乡开始。啊！伊世界安尼，世界小，世界大安尼，尾啊，伊伫咧50多岁的时阵，决定要转来高雄，徙转来高雄住。啊，开始伊人生下半场的冒险，我感觉足好耍的呢。伊人生的顶半场甲下半场，拢是伫咧高雄开始的，所以我感觉
对伊来讲，这应该是一个上好的安排，嘛是一个上圆满的一个安排。你无简单呢，你雄雄就开始创业吧？啊，你拢袂惊，还是袂，还是有拄着啥物困难？你头比起来考有无？啊，人生就是安尼啊，拄着问题，哈，就要想办法，看问题出伫倒位，就要去解决。人生应该是安尼吧？是，无毋对，来，好大好大，这就是人生。下半场嘛是安尼啦，对啊。轻轻松松，快乐过日子。有日头，啊嘛有乌云，哇，这个所在，敢若天气变化真大。我即摆来到食的是叮当的果树，哇，马上就感受到南台湾热情的温度，所以我爱做好防晒安尼。啊，伫咧食，因为算是热带的一个气候，所以伫咧食的农作物嘛足特别的，嘛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有熟悉一堆足古水的翁仔某，因就是对高雄搬来到食来种可可啊。伊甲我讲，若是看到石狮，就会当找到伊。石狮，石狮，来遐看卖好啊。石狮，应该是这尊啊吧，这么大尊。丢哥，哎，阿婷，你还找得到哦？对啊，你甲我讲石狮嘛，一尊足大尊的啊。对，迄阮的师老大嘿。安尼行，应该都会吹到啊。是吼，你厉害。哎，我一定闻到香味啊呢。是这是可可啊豆仔的味吗？伊即马多伫迄个日晒这个部分，因为咱各处落来了无，爱甲迄个籽摕出来发酵。你大粒干细粒干呢？对啊，啊，我即马嘛咧。靠天吃饭，我才惊等下落雨，所以吼，紧用的看看伊，这是到最后一个阶段。了解，就是你甲日头安尼招标就对啊。对，人抢救雷恩大兵，阮抢救可可大豆。这个程度差不多是拍偌久啊？拍几工啊？哈。这批应该是阮讲的已经拍到最后一个阶段，一般拍是拢差不多10工到14工。是。啊，但是台湾的气候，有当时啊落雨，有当时啊迄个吼。对啊，有当时湿度足高。所以有当时啊拍到20几工嘛不一定。所以我拢会好奇讲，到底你用感觉当时好，当时当收，还是用目睭看，唔通用摸的，嘛袂准。迄有机器会当测，这是迄个湿度的迄个检测器啦。好，啊，咱即马爱搁甲放入去。只要装差不多甜，嘿，对，好，安尼，啊，你就会当测。7.8。表示爱搁继续拍。哦。因为国际标准，你若要甲这豆仔去国外比赛吼，伊要求是伫6.5到7.5。啊，像这拍这可可的豆啊，咱爱甲冰面无？咱用手甲暖就好啊。暖安尼，糊糊的安尼就好。对。哦。我感觉这可可的豆吼。你若无讲，我安尼雄看，参像迄个杏仁有无？杏仁糕安尼好啊，对啊，杏仁豆安尼。所以讲这可可爱迄个果子是可可果嘿。嘿，敢会当收啊？即嘛？伊迄伫台湾来讲，迄是一年通天拢有。拢有就对啊。无季节的迄个限制，等下可能爱互你来迄个以工换书。哦，无问题，安尼这都，互伊搁伫我拍。互伊搁拍一下日嘞，嘿，我带你来后壁，嘿。哦，所以果子园就伫咧食我果子园伫后壁。哇，这树啊足暗的呢。这有机的就无咧加迄个特别管顾。这都是可可果。对，哦，是。我一定不是第一个安尼反应的人，对无？是，日本的人拢安尼。
真正我这生目是足疗愈的。嘿系啊，唔捌看过安尼树啊，啊个可可啊果呢对对对。哇，我第一道看到可可啊果是生做这个形的呢，哇，足新鲜的，哦，嘛我感觉足惊艳的呢，因为可可啊果伊看起来吼，袂输那个木瓜，啊嘛亲像迄种美国人咧拍迄个橄榄球有无？啊，迄个色调有够水的，足够水的。啊，看起来真正会互人有一种足欢喜的心情。啊，所以这加要安怎加？伊这加吼，你来对这伊爱对这骨节的所在，吼，对这个所在，伊这地头这个所在，这骨节的所在看到。加掉，嘿，加了，啊，就放在那底啊，嘿，哦加了，咱放落来对。张哥，亲像这样呢，一粒一粒，这是这糖蔗，因为阮做有机的，所以这拢是糖加过的。啊，但是这伊的果壁吼真高，所以讲这拢无影响。这因为阮是家己做个巧克力，所以讲阮无这个问题。但是你若是一般的农民，辛辛苦苦种到变安尼无，高反啊，人会甲抬价少，伊会做有准的。但是咱要储的是内底的嘿，内籽啦底的籽，对，伊这个籽给伊发干了，就你头脑看着摕出来晒日了，咱要头要收的，迄就是后壁的步骤。张哥，是。我看到这是可可啊的花吗？这就是花，咱讲的花苞花园，嘿。足水花园嘛，呢。嘿。这水即摆开花吼，伊就交花交有成功，就是12月要收的。哦。嘿，伊说咱用半冬的时间去对，算。差不多，因为即摆6月嘛。对。哦，所以年底来都是换遮结果的。对，你看伊这有的已经有交花交成功，个已经发出来。张哥虽然讲安尼办事是足欢喜的，但是我感觉吼有一个问题足困扰的，这网糖足济，哦，爱会堪的呢，爱啉受会习掉。惯就好啊。哇。因为我嘛，哪办哪煮。美方嘛就惊网，嘿，啊我嘛就惊网，是。但是尾仔我发现，尾仔我拢袂惊网。哦，这嘛足济会当挽的呢，紧的来。看到这无挽手会痒，哎，表示我中毒啊吼。迄疗愈的迄个啊，咱讲的植物疗愈啊。我刚才想到2个重点，就是讲第一个，果爱甲收个好，收个好势，收个水；第二个，就是网仔莫过来啊啦。所以讲。张哥甲我讲哦，加这足疗愈的哦，足侪人来教拢足欢喜的。老实讲，我现主时啊无我都感受到。张哥啊，我听你讲这个农业的知识啊，你足专业的呢。无影啦嘿。我会记得你本地是军人啊。对啊，阿平哥啊，嘿啊。对啊，但是你哪会捌遮济哈？你是咧做兵的时候有特别研究啊，为着要来务农做事来做准备吗？想济啊啦！啊，无是安怎哈？对，你有看无？今日是我陪恁俩对无？对啊，啊对啊。阮的女主角咱也无伫啊对李芳姊也去对。伊去上迄个，因为一个意大利的迄个巧克力师傅来台湾上课。哦，去进修。所以伊去上课安尼啊。哦。爱较晚较会转啊，因为一开始伊就是有一个梦想，伊要做。快乐农夫，啊！我只好是讲啊，退休了都无陪算一站看卖安尼啦。哦，啊，咱会知讲，你当中3、5档差不多啊啦。聊落了，较发现哇，愈聊愈甘甜啊！你感觉做军人较辛苦啊，还是做这农较辛苦？啊，做兵已经足可怜的啊，佫有一个迄个职业比做兵较可怜，迄个农夫啦。而且恁家翁仔某2个人真正做有限啦。下岗来嘛你。系啊，啊，佫做有机的，真正足辛苦的。哇，真係安尼甲破开哦。对，伊就切切啊，你看伊足定对无？其实你甲破闭开就好啊，你就当拗开啊。嘿。足香的呢，这个味足清香，啊，而且有淡薄迄个酸气安尼，是无？你食你就搁愈有感觉。这用甘的，嘿，用只甘的，嘿，莫煲先，或者煲，嘿，你就煮你用甘的，
啊去感受伊的迄个芳气，水果的芳气。我感觉有淡薄仔参像迄个奶鸡迄个玉荷包，上高贵的迄种哦，迄个品质。讲迄个味，啊有人讲有色客。我即摆甲夹开哦。你通夹看卖，通试看卖着，会通尝试看卖。哦，我看到啊，第一间看到这可可仔籽内底是这个紫色的，这个茄仔色。因为无共款的品种无，伊有的是白色的白仁。重点就是淡薄仔苦苦的。对，伊的酸苦涩的是可可啊本身的气味。无怪为迄巧克力豆，食起来嘛苦苦安尼对，啦，啊同款。酸也是涩涩安尼。对啊。辛苦呢，你上课上几工诶？哦，袂啦，我看你做红叶拢袂忝嘛。哎呦，爱你啦，爱你。当中。是你袂忝啊，人已经忝一工啊！你歹势。头拄仔伫咧果子园啊，张哥有甲我讲，其实即个田园梦啦，是米芳姐啊，你的梦想对无？是你开始的你抓头，系啊。为什么你有安尼的梦想啊？我感觉我伤天真啦。我一开始其实我是先去学咖啡，嘿，对啊，迄阵还讲无听过有可可啊，唔知影。先去学咖啡，嘿啊。啊，结果是学了就是最后一节的迄个户外教学去人的咖啡园啊，看着哪有迄树啊，迄叶啊较大叶啊，我甲问，我就问迄个大哥讲，这是啥物？讲这可可啊，啊想袂到阮屏东嘛会当种，哦，嘿啊。啊，所以你就对咧种安尼吗？这中经过讲来话头长，就这个过程对无？许孝顺你句，迄个铁西玉玲珑。哦。话若要讲投机，嘿，目屎都飞袂离。对。你会行这条路，拢毋是阮一开始设定的路。啊，无你本地设定你的下半场人生下半场要安怎行？我著做一块田，会当家己种菜，家己食，安尼就好啊。较简单的，快乐农夫啊！无想到母遮大场本来想讲这嘛足简单，所以就是若有开啥物课程啊。哦，拢会去上。嘿啦，免啊种，免啊。佮无时间嘛，爱找时间，佮较贵嘛，爱种钱出来去上就对啊。免啊加树啊啦，嘿，啊免啊接鱼啦，哦，啊免啊落肥啦，逐项拢爱学啦。对，安尼一粒可可仔籽到巧克力豆，可能爱差不多。你摇看嘛爱偌久？因为头拄有讲拍字就爱拍2礼拜哦，抓落来爱搁磨吼，爱搁。啊，你头前搁有发酵？嘿，哦，爱搁调温哦。3个月。3个月有淡薄仔久啦，差不多个半月。个半月哇！对张哥安尼对采购开始啊，啊搁学即个籽啊，啊搁足济哦制作的迄个定数，哇！原来要做一个巧克力豆，遮尔啊无简单呢，定数遮尔济呢，人生的剧本。有当时啊，毋是咱想要安怎写，就会安怎演安怎搬，真正毋是安尼呢。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时地利人和，就是啥物条件拢爱准备就好，啊，你就自然就会行为迄个方向去。老师啦，哦，这是你上课的，哇！你讲要先食对一款。我要食这看起来那个苏西耶，对啊，你看这条高高水的，那个苏西啦。啊，食就较知影，较知滋味，嘿。头顶迄块是白巧克力，这内底啊，迄个生巧，安尼咕溜咕溜，对。啊，而且吼，我拢唔免煲，嘛唔免干，伊就安尼扭去。法国内底伊这种巧克力叫做蹦蹦，蹦蹦就是法式糖果，包瓚的，包瓚，包瓚嘿，内底拢包酒啊，包搁加把包。啊，这个都有酒啊，这种赶快这种酒。谁做安尼？葫芦干仔形，这个是酒。这个水呢？我来食这个。咱食巧克力吼有几个迄个动作，看表面
筋骨无，是，鼻孔有芳无，嘿，啊甲去落加一喙吼，还是压落吼，啊含咧，啊看啥物芳开。才一喙尔呢，哦，我规个人真正呢，又要起来跳舞啊！有够好食，因为迄种好食，毋是干那喙食着好食的，是我规个大脑，啊，搁我规个身躯的迄个毛细孔，拢欢喜的迄个感觉呢。因为迄个好食是真正会入心的，入感入心迄个感觉。感谢恁两位，万一觉得云轩下半就行这条歹行的咯，我最有法度比较好好行。咱嘛莫讲歹行啦，因为既然行，咱就好啊，甲行好累安尼。会咱安尼无用一工啊，哦，安尼出来行行食。啊，你会伤忝无？袂啦，我感觉足快乐，因为学着足侪足侪物件咧。平常时就是安尼啊，嘿啊，但是忙里嘛爱偷闲啊咧。对啊对啊。我头拄仔经过食，我就讲，这毋是金门啊，啊哪有遮大尊的风狮爷哦？是叫石狮公。石狮公哦，你好你好。你敢知即摆有几岁？我感觉248。哦，我本来要约100岁呢，结果超过。伊这是保护即个庄社内底诶，迄个恁讲丰收啦，啊讲若有水大水来啦，伊会当甲水滴。阿婷，还有一间老店哦，带你来食。有老店是伫遮，就一间，你遮有写，创始的呢，客家的美食。这庄仔来的老店。哦，你好。我有闻到一个香味呢，敢是火炭的香味？伊这柴烧，伊叫小菜，香菜，那香菜，那香菜，这个足少的啊。老板，互阮迄个一碗打的甲一碗汤的面扒饭，一碗大面大碗。哦。再习惯啦，嘿，谢谢，谢谢。阿听我甲你讲，来到客庄吼，一定爱你若咱若管叫面食啊，是面扒饭啊，是啥物，有一个秘密武器做着，一定爱淋胡椒粉，伊的醋加伊的香蕉，迄个香蕉酱。所以这香蕉就爱甲淋落的。嘿。啊个醋。乌醋。咱讲的吼，多谢。这个清汤足好的呢。你看伊的线无共款哦。足顺的呢，我一看都知。无色的。头家娘恁开偌久啊？60几年啊！啊，所以恁在真正都是拢喝茶为主的吗？对啊。哦，啊，那无爱用雅树哈，雅树较方便啊。从以前就留到现在啦，就没有想要改变。所以咱老店就是一直拢伫咧这个所在，这个路口就对啊，拢无刷位过吗？以前后面没有路，所以我们的面才会开这边。啊，长久因两个翁仔某啊，是对别位刷来遮定根啊啦，会当好是已经在这边很生根了，对啊。超过10年。对啊。啊，恁是安怎看因这外地来的人哈？这如果是一个好地方，大家都会喜欢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讲嘛是真心甲对待就对啊。对啊，而且他们都做得这么好。你唔甘嫌啊？恁做得较好啦。啊，若是讲有朋友还是亲戚，要参像恁两位安尼，要伫个人生下半场刷位换一个所在大啊，开始无共款的人生，你有啥物建议，还是啥物撇步会当小讲一下无？一开始阮来时阵，到这个足陌生的环境内底，其实我嘛足避暑啊。嘛是歹势啊，足歹势啊！我们拢想讲啊，家己先做好，稳定，啊，较慢慢啊行出来。心胸啊，吼，心胸爱发长，把咱来抛开，去走进人群就对啊。咱莫家己讲伫遐独居，闭门独居安尼啦。莫孤老，莫孤老对，莫孤老嘿，啊嘛莫想当生安尼。
我本身其实是一个足无胆的啦，对这个新的环境也好啦，吼，也是这青云的所在，其实我拢会惊，吼，啊，更加唔免讲，吼，要搬厝耍为大，我常常拢会烦恼这烦恼迄，啊，无想这想迄安尼想半工，想到尾也拢无做，无法度做就对啊。所以我听到张哥甲米芳姐因两个，人生下半场，雄雄换一个所在大，雄雄搁开始一段新的生活，我真正足佩服因的勇气呢。因为换做是我可能真正无遐尼勇敢，哦啊，而且来到一个青云的庄仔头，搁爱甲遮的在地人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关系，我感觉这真正会提出足大的勇气以外，嘛还会提出足侪的诚意。啊，这个干的要用巧克力。国外往来就对啦。对，往来好。伊个月有机往来就对啦，嘿，对啦。哇，今日穿遮济草哦，哇，大口要落大雨呢，恁头拄仔来还好吧？没有。你刚刚来，大家刚刚来 OK 嘛吼，都拄仔来 OK 啦吼。无去雨压着啦吼，下车。哇，所以我给恁都有。好，谢谢。咱今日这个主菜吼，就是巧克力火锅。哇！我无客气啊。唔免说是腰杆低，当然是燕尾湖。有呢，真正有一个芳气。牧师，你讲这是哇沙米口味。真的吗？啊，你着按较大瓣，按甲加落，一嘴吗？嘿，规个加落。我唔敢呢。没啦。一起在嘴巴口感的那个融合啦。我感咸觉。咸甜甜，巧克力又是虾子海鲜。这阵若是我，你讲一盘安尼150，我会食哦。所以是每一个月拢会有安尼的聚会吗？阮即摆有2班人马。有一部分是像阮牧师啊，阮牧师这一系列，阮是高雄的教会啊，这拢阮这组的组员。即摆地方创生的响应的一些政策，公务部门的政策，啊，刚好有一个辅导团队，还有杰宇，这是少杰刘少杰，现在叫他刘博了，因为刚新科博士。哇，不输呢！这位叫做美月，美月，伊嘛是庄仔来人，对，啊，这就是过来，这是开民宿的，阮的幸福姐姐，幸福姐姐。好记啊！带给大家幸福的。哇，我想要问一个，像张哥啊，甲米芳啊，因两个是对别位耍来的，对啊。啊，迄当阵伊打耍来的时阵，在地的朋友是安怎看因的？会感觉这两个到底是咧比啥物代志啦？嘿，好奇好现想要了解，啊，搁歹势无？我嘛是高雄来啊，你对高雄来开民宿，是，然后认识他们以后，他们东西真的很好，所以我打刚可以跑来家，然后我们就变成好朋友。他们家东西好吃，他们家的印象锅好，我们就一起连接起来，就把大家都带过来，所以我们就变成好朋友。了解起来，对。亲像恁看到因翁仔某安尼遮尔拼，嘿啊，遮尔冲，嘿好佳哉拢有冲出一寡成绩咧。这是我们的荣耀，我们团队的荣耀，一起打拼高速，让大家看见高速，拢是我们的荣耀。是，多谢。这个就无简单的代志，就是因为亮点带到高速来，我们的亮点会更多。张哥甲米芳姐啊，因两个本地拢毋是做农的人，一个军人啊，一个是咧做迄个设计的，啊，毋过因真正就有勇气的，来做农。我感觉上大的一个关键就是有这阵好朋友，都是因为有这阵朋友，互张哥甲米芳姐啊，因两个会当跨领域斜杠遮尔啊顺利啦，所以我感觉朋友真正足重要的呢，啊，搁伴。有伴嘛，足重要的。但是我感觉朋友伴都是安尼，爱定定联络，爱定定大家无代志都
小问一下，安尼过了好无？安尼吼，安尼久久长长才袂长，吼，安尼嘛才有法度伫个咱人生的顶半场、下半场也好，会当互相陪伴到老。来，干杯，记住来。哇，今天就好哎，真的。多谢。过关。